花莲邦山河溢大水，这水退了后，规个车路甲人家厝拢是落公梅。这几天各地头指讲拢去斗病，那这的烂土未来要安怎处理呢？环境局表示，初步研判，大部分的土质状况拢袂歹，有可能摕来再利用，用伫咧农地或者是摕来做建材。热心的民众趁年假来到花莲斗沙工救灾，清出大量的绿菇霉。根据环境部的统计，目前拢总清出10267栋的绿菇霉，1994栋的粪扫。环境部初步判断，这寡烂土的土质状况拢袂歹，未来有机会摕来再利用，会当用来做建材或者是农地改良使用。也是大自然的一个产物啦。那我们挖起来可以做一些利用，再评估哈，看能不能做农地上的一个改良，或者是建筑物的材料，好等等。那我们不排除各种的利用的一个方式啊。不过，建筑系教授指出，这款烂土要用来做建材是较有难度，因为内面的沙仔成分无济，真正要起厝，才会当用来起凉风厝、土角厝。所以教授是建议会当先放伫咧地势较低的所在。要做成建筑材料的话，事实上是有困难。比较权宜的方式就是清理出来的泥浆堆置在某个低洼的地方。假如想要做以后某种我们现在生态园区的示范的时候，作为其他用途。教授认为，这款烂土未来会当用来做生态培育、做水池，或者是种花的培养土。环境部也指出，未来会阁和农业部继续讨论这款土的用途。目前也是先甲家园清理好势。记者陈阿轩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